妈，你咋了？是不是该见面见了？人家都上坟了噻。你想老娘了？我也想俺娘了，我也想俺爹了。带你看看你妈。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。你上车上等一下去，让我走。妈，我等会儿给俺哥要一张俺老娘照片，你看一下，回头我给你打印出来。你老娘还是那样看。你老娘才50多岁了，都跟王丽达都拧了都。好冷吗？好冷吗？走吧，咱回家吧。你老娘不是老的，我也到不了老那种。好冷吗？咱回去吧。走吧，妈。